下金钟金条银卡摆，多加一点赢。今日两队拢黄金的啦，来，咱周擂台。这。来，这里哦，厉害！这里。嘿，哎大家好，我是米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我你对我嘿啥货？啊，到老咧坐，你甲我嘿，我免甲你嘿啊。这个配的啊。嘿啦，开始我今日早拍手来啊！吼，阮这队的队长哦，阮啦，上的啦，上来啦，足久无看，足久无看。是队长，你介绍一下好不？这位吼是我这个民间的好朋友，民间的好朋友。是南投民间。不是啦，好朋友啦，英伯啊，等下，啊，你若是要跳过伊，边啊小兰呢？小兰爱慢慢来介绍啊。原来哦，特别的关系啦。美女拢爱放在后壁。就点真好，所以第一位先介绍大英伯啊。嘿，阿伯，这位小兰呢，也是咱这个英伯啊姐姐。啊，是。啊，这位嘿英妹啊哈，英妹啊，是阮的员工啦。是员工，是今日规家伙啊拢来啊，真正要甲100万甲抢转去哦。哦，一定要加油哦！感谢。好来，欢迎阮的队长多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多杰。为什么黄金呢？伊家己就摕过2个迄个广播金钟奖。对。多谢大家。今仔日我带我的这个社会队员来吼，嘛是足厉害。阮每一个人拢是金钟得主。2组起跳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。每一个拢2组。2组起跳安尼，对。相手抱相遮啦。对。好，来先互恁介绍金妹。好，来，我们听看卖，来。对啦，即摆我就找阮翁来，我是做伙摕金钟奖的安尼。哦，翁仔某共我先本来以为讲这是做伙困的，这一赶快啦！白天甲暗时拢是做伙啦吼。嘛是摕2个同学，嘛是两个安尼。叫什么名来介绍？大家好，我是医生。医生，赞。大家好，我是尤啊，我嘛是今年甲涂多杰啊，佮甲医生做伙摕金钟奖。阮三个有做伙有一个奖，啊，我家己嘛有一个，啊，我节目吗？感谢节目，欢迎。还少了去，阮神社啦吼。大家好，我是 Polo 啊，我甲尤啊嘛是有一个广播的节目，叫做台湾文武病。文武病是你讲啥话？文武病就是这个戏剧的后场，系伴奏的部分安尼。啊，阮这个节目就是咧推广戏剧，啊，所以讲希望亲像文武病同款，会伫咧后场啊，甲大家斗相共。啊，若是好的话，甲阮收听者，通收听着嘛。都是台，伫咧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文武病。是文武病，是甲阮收听一下哦，哈。上网都会使查到啦。是，无唔对。好，为着100万，咱真正爱介绍咱的老师。咱更加厉害老师来。100万的老师来啊！哈，介绍咱台语顾问老师。欢迎咱罗公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你会当赚大钱，买新厝。赞！我唔对，好，多谢老师，真正因拢会赚大钱，买新厝啦。大钱就伫遮啦。是，大錢伫倒咧，大錢，互恁看一下哦，真正有100萬這個代志哦。來，目睭背後金毛。真正有獎金的啦。是，真正有獎。只要進入總決賽就會使有機會摕100萬。咱今日初賽哦，吼，第2屆就是預賽咯。好，今日的第1回合開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講台語摕100萬。這隊攏總有96組家庭參加，比賽分做初賽、複賽、決賽，只要過3關，就有法度進入最後的冠軍賽。在咧冠軍賽勝出的家庭，就會當摕到獎金100萬，100萬的獎金哦！大家愛加油嘿！美秀一答，阿雄我嘛有一个答案。是啊，咱分算啊算。紧着正确的答案就是1000块，上这才得着6000块。6000哦，先甲6000摕落来再搁讲啦吼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这个日家人的古早味的点心吼，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古早味的哦，是我的答案。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火烧岛，是安怎嘞？大家拢捌
火烧豆啦，火烧豆，火烧豆啦，是，大家拢捌去过家人嘛吼，捌看过有人伫做这，哇，伊这是古早的行法，嘿，伊的下骹是放的是火炭，嘿，啊，即马豆仔洗了吼，甲放喺内底，嘿，啊，就放伫个敢若亲像迄一个。有啊，咱已经去弄了气、掠了气，铁人啊，嘿，铁人啊内底掠夯。食你甲讲掠了气哎，有成无？你家己看。有成啦，有成啊！哎，就铁人嘛。这是人的智慧，袂当安尼讲，这是人的智慧。安尼我要选阿雄迄边啊，你哪安尼讲？哎，无定就是我会对哦。哦，是，所以讲甲放喺内底用古早的方法安尼夯，啊烧啊就好啊，是对。所以我的答案是火烧豆。哦，阿雄我的答案叫做放屁豆。当时，哎，因为吼，伊食了会放，不是啊，是因为伊咧烘的时阵，这豆啊吼，伊是一粒圆，啊咧烘的时阵吼，内底拄着烧，伊就会爆开。哦，噗，有迄个声音啦，啊，远远你听就声，哦，敢若有人咧放屁，啊，但是偏个芳芳，啊，尾啊，家人就甲号做放屁豆。哦，好，来，咱两队车选择。必须。阿雄，那出环境应该拢知吧？应该啦，有食过拢知啦。哎，是不是？四队拢就爱放屁。对，一定爱补力的啦。是。其实阮之前有看过，但是无食过啦。是。但是我感觉以前的人咧形容这个物件的时阵，拢会用声，你会较好了解。对。啊，放屁豆嘛较古水。哦，听着啊，要食放屁豆好，我去买，安尼啊，较古水安尼。老师，健开答案是。哦，咱的4位来宾哦，因为答案拢是正确的啦。因为这个豆啊，食了真正像因拄则讲的吼，因为豆仔类食伫咱的腹肚内吼，通常拢会产生空气。啊，空气若要出来吼，就是对下骹出来啦吼，因为伫肠啊嘛，啊你若伫胃的是拍的啦吼，啊若对下骹出来就是放屁啦。是。啊，所以食了会放屁。啊，其实伫家人一般嘛，真少人讲这是放屁豆啦。因为伊是荷莲豆去烘的啦，所以就会甲伊讲我要买荷莲豆啦。荷莲豆，啊，拢用纸袋啊，你缀着寒天时啊吼，你用手捏咧吼，哦，足烧的啊，感觉拢袂寒咧。哦，啊，所以真侪人爱食这。不要紧，既然放屁豆安尼丢就丢啊啦。是。分数上重要，来，来上诶，哎，够的。嘛是2000哦。好来，咱甲促销，嘿，第2题来啊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听居伫厝内吼，无爱出门的宅男吼，咱台语会安怎讲？哦，宅男咯，我的是暗空居。暗空居是啥那咧？就敢若亲像咱涵洞哦，吼暗空有一个空对无？你个空来。嘿，啊啥那叫宅男？宅男就是拢无要出去嘛，嘿，社恐。哦。嘿，所以讲伊就会伊伫咱居吼，你若莫甲落啊，你甲拍落去了，伊揪入去了，伊就无想要出来，拢会崁伫居壳内面。是。所以我的答案就是暗空居。哈啊，安尼哦，阿雄我的答案叫做半边居。哈？半边，不是破边，是半边。半边的意思是，因为伊其实身体无边。对不？但是心内是破病。是。吼，讲你破病嘛无病，讲你健康你阁有淡薄仔破病。所以你了解是只菇。嘿，对。破病菇。到底是倒一种菇咧？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。阿雄，演一遍。这个是我，拢是暗空居，是，无唔对，这甲心理的病应该是较无共啦吼。因为我感觉你两个答案拢足接近的啦，这制作单位真厉害啊，会让翻安尼选哦，无好选。是，那你伫咧厝内底，敢若伫咧棚空内底吼，家己安尼包掉咧吼。较成咧形容这只菇啦，嘿啦，啊，这个人啦，这个人啦，嘿，要紧啦，啊，伊都写菇咩？对啊，咱即摆拢去已经互菇包围啊啦，嘿，拢头壳拢是菇啦，头壳拢菇嘿。啊，阿雄拄则咧讲半边的时阵哦，我感觉伊讲了淡薄仔客啦，伊可能迄是可能假款。哦，先甲两边小讲咧哦，阮两个拢唔知影正确的答案。真正阮两个拢唔知，阮两个拢唔知啊。哎，这都当然无好答案。含空菇这个我有听阿嬷讲过。哦。半边
句这个咧，因为我感觉台语伊是较属于古语。古早人较无是寡心理方面的疾病，所以我感觉这个较无。地位咧，真有地位哦。我嘛是较接伫咧厝内底做暗康菇安尼，但是一般来讲，我只是无想要出门尔，所以讲应该是较袂去讲到甲疾病有关系。就是较介意这种生活方式啦，无一定讲是真正破病啊，是安怎，只是介意这种生活方式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共款吼，4位观众的答案拢正确的。台语半病吼有咧用啦，讲半病半病吼，是咧讲人含慢无路用啦。这咱即摆讲的灾难，伊无一定无路用啦，伊就是较无爱出门啦。其实咱古早讲暗康句吼，是讲人无爱出门吼，所以对外口的代志无了解啦。毋过咱即摆若讲爱伫厝的迄个灾难吼。因其实吼，因靠电脑吼，因了解足侪代志，因可能电脑足厉害，因嘛了解世界上的真侪代志。不过咱是用古早这个讲法，咱暗康句是本来就有的讲法，是讲这个人无爱出门，所以对外口的代志无了解，就像咱在讲迄个古井底的水鸡共款。不过即摆这个灾难吼，伊虽然无爱出门，不过伊比外口的人无定佫较知影佫较侪代志，就是透过电脑会当了解外口足侪代志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。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吼，鸭卵蛋过山是什么意思？鸭卵蛋过山是美秀这边的答案是讲一个人哦看真开啦，是你来看鸭卵甲蛋过山是毋是会破去？我就看破。看破就是表示讲，这个人已经看开啊啦。是啊，所以美秀的答案是讲一个人看会开。那阿雄我的答案就是讲一个人敢冒险。哈？你知影鸭卵会破，你搁较牵过，表示你这个人就是我啥物拢敢做啊啦。冇道理。嘿啊，这个卵我无爱治嘛，我给你看卖，我牵安尼。就是敢冒险的人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咱两队，请选择。真正看较会开哦！来，我看，你看我开，看足开的啦，看足开有对无对我拢马紧啦。我算讲是鸭卵蛋过山啦。哎呦，鸭卵蛋过山是讲一个人敢冒险，还是讲一个人看会开咧？阿雄，眼睛边。真正看较会开哦！来，我看，你看我开，看足开的啦，看足开有对无对我拢马紧啦。我算讲是鸭卵蛋过山啦。哎呦，好来，伊我其实。这题我甲伊的答案无共款，对，毋过伊生气啊。你看嘛是有人赞成我的啊。所以你感觉是冒险？我感觉是冒险，因为我家己的本身的个性嘛是较爱冒险，所以我想讲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毋过 Polo 就已经生气啊，所以这题就是看伊的。Polo 是因为咱的交情吗？我是啦，这是一部分。袂当安尼，袂当安尼。我是因为细汉有印象讲有一条台语情歌，伊内底有讲到什么亲像无缘的鸭卵，还是安怎？我想讲，因为台语情歌无啥会去讲到冒险，应该是有讲到感情爱看破。所以讲拢是有一种历史的哦。是啊，大家拢有听过安怎？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4位观众的答案嘛拢正确啦。这是一句热气仔话啦吼，咱台语热气仔话吼，讲鸭卵吼，唔拿这句尔，这句是讲鸭卵蛋过山，就是拄则讲的看破。看你甲看一定会破去嘛吼，看破咱台语就讲看开啦，讲你爱看破啦吼，莫搁坚持讲要安怎，安尼甲看破。另外一句鸭卵的这个热气仔话是鸭卵若串签吼，就线形，所以鸭卵串签是线形，若鸭卵蛋过山就是看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麦看一下分数。好，看阮上的。今麦有6000。谢谢。咱倒的咧。嘛有6000哦。真好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请
佚佗啦？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是，咧？甲两位报告吼，咱这个单元为空中来看风景，有当时啊看台湾的，有当时啊看外岛的，甚至看外国的哦。啊，分数咧？咱分数吼，这回还有4题，一题3000，拢总12000，给摕起来好不好？一个甲摕起来，拄好有120哦。加油加油！啊，若照讲来，咱那路上的应该是环游世界啊啦吼。是啊是啊。无，还小看。小看嘛。有超过30国啊？小看。 30国，差不多。哦，安尼对你来讲应该是无什么困难。哇，啊，这你讲国内嘛有嘛？国内嘛有。哦。不过今日阮都唔知要去倒位佚佗。安尼哦。恁拢唔知啊？阮拢唔知。我加减啊无讲一个。袂当讲。哦。袂互你安尼凊彩问就问出来。啊，那咱家里咧，家里应该是有。我进前是行路去西台湾一日，安尼，对，跟我拢做伙，啊，阮嘛是有做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嘛是咧做旅行的安尼。旅行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去佚佗啊！好，上个人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刷来这影片的是咱亚洲的一个城市，2个字哦。哦，亚洲的城市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 哎，哦哟，白虎，你车开了伤过命啊啦，用一个倒缩出来咧，个倒大哦，好来，倒一个城市，香港，哈，好，来，因若唔对，你就有机会啊。香港，哦，哎，好彩，那我袂使讲啊，咱袂使讲啊，系啊，袂使讲。你搁想一好啊？搁想一啦。香港，咁是香港，嘿，念好清楚。香港，哎，老师，香港对唔对？健康。好，来，阮首先。容易得了3000咯。小鸡，咱继续甲看小鸡类吼，来，继续。哦，女人家吼，女人家。哦，大本啊，哦，这迄个流浪啦，的士啊，哦，Victoria，哦，作为香港特色的啦吼，一个是迄个鸡卵糕啦吼，啊一个是迄个小鸡啦吼，小鸭啦吼，啊这就是足有名的香港的特产啦。但是因敢若看这2个面就知足厉害啦，因为后壁咱若看，知影香港无困难，不过敢若看到这2个，就是其实咱台北嘛看会到因这物件啦。对啊。哦，啊不过伊马上会知影讲这是代表香港哦，真厉害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搭1题尔，咱阁有3题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个人今日去倒去倒？来，刷落来是一个国家，伊吼是连亚洲甲欧洲的一个国家，3个字哦。欧洲甲亚洲哦，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哎呦，接近，我知影是倒 Turkey， 但是我唔知啊 Turkey 土耳。你讲英文嘛，不要紧。我老师嘛是英文老师。啊，你拍摄我个 Turkey。第几安怎讲？你试看。想看卖啦，照字土耳其。来，老师土耳其的动物。音无啥准，但是因为这是外国地名啦，会当接受啦吼。太分数，可以得了3000咯。我旅行社跟他走一边呀吼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看落去哦，哈，来。哇，难怪有这个呢。来气球。哦，你最厉害呢，搞。是哦，棉宝，卡帕多基亚。哦，冰淇淋，哦，这是要去的。哦，这个国家叫做土耳其啦，啊，咱台语若照汉字吼，念做土耳其啦。土耳其。啊，伊拄则音已经有话啦吼，啊，因为这是外国地名啦吼，咱有时啊免伤过讲究，因为讲实在，伊嘛毋是真个叫做土耳其啦吼。啊，咱讲 Turkey 是英语名，伊可能因嘛毋是讲安尼啦吼。是。所以无讲英语、讲台语，还是讲华语，拢毋是伊真正原来的名啦。啊，咱就是照音大概讲的话就好啦。啊，这个国家伊的特色就是讲，伊一半伫亚洲，一半伫欧洲。
所以你底下会当看到亚洲的特色，嘛会当看到欧洲的特色，所以真侪人去啊。哦，咱拄有看到伊斯坦布啦，吼，啊，迄就是会当去坐迄个热气球啦，哦，啊，去遐看，啊，这是真有名的一个算旅游的景点，足侪人会去遐看，安尼看遐有一寡，甲一般的所在无相共款的一寡景色啊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即马咱是万里对咱的6000啦，哎呦，麻烦来这日本好唔好？加油啊！台湾这边有一个啊面子一个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要紧，咱唔惊，咱继续来紧的换人。大英哥哥手较紧的啊！好，来上回咱今日去倒去倒。咱刷落来吼，要介绍一个岛，伊伫咧亚洲，请恁讲出这个岛的名，两个字。亚洲哦，吼，两个字的岛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这知影啊？杀起你啊！有哦，萨克里啊，巴厘岛，巴厘岛，巴厘岛，嘿，巴厘岛，巴厘岛，老师巴厘岛对唔对？好，健康。好来分数，就批得了3000咯。嘿，又起来啊！好来，咱继续来去巴厘岛佚佗。哇！啊，这是印尼的一个所在啦。是。咱知影讲印尼岛足济，所以人讲伊是千岛之国啦。哦，啊，伊其中一个真出名的就是咱即马看到这个，足济人拢去遐度假嘛，足济人去遐办婚礼啦吼。啊，伊就是海水足清气啊，海边啊足水的。啊，你叫伊什么岛？因为伊是。准来讲用华语讲是巴厘岛啦吼，啊，咱台语若要照字是念做马里岛啦，不过马里岛，伊这拢外国地名啦，无啥物差啦，所以我感觉会当接受，就是讲巴厘岛嘛是会当接受啦。哎，总算有叮当就好啊，吼，分数扭起来就好哈。老师，意思是讲迄字叫做巴啦，巴厘岛，是哈，嘿，安尼咱嘛是学起来，巴厘岛。哈，来，搁最后一位啊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上尾啊，就即马万里，加油哦！加咱的高清哦，吼，两位阿边甲拢足大啦，这边普罗想要搞那个，加油！麻烦一下哦，咱白抢嘛不要紧啦吼，普罗，是，以前你阿边较大。好，来，上尾咱今日去倒去佚佗。是，咱刷落来吼，要介绍恁这个景点，伊真有名，世界有名。啊，顶悬有4个像，啊，请恁甲阮讲，这像内底吼，这个人是做什么职业的？哦，做职业的哦，哦，真明显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密码，哦，来啊。哎呦，Polo， 你。足厉害！安尼6块，嘿，你有看？有看到啊？哦，6块是做啥货？应该是总统。总统的。总统。哦。安尼你也看有，伊有甲你叫吼。有密码呢？是，有啦，咱后边你看真明显。哦，这个就较清啦。是真明显。你讲什么职业？总统。总统。好来，老师，总统对唔对？健康。来分数，终于得到3000啦！来，咱继续把总统看完。都有看到啦。有啦，因为跟哎，水，哇！哦，你是啊，更加水。搞。对啦，这4个拢总统啦吼，啊，咱看得出来，伊一个是叫做华盛顿啦吼，华盛顿，啊，一个是 Jefferson 哈，啊，搁一个是 Roosevelt， 哈，罗斯福总统，咱台北有一个罗斯福咯，就是用这个名啦吼，搁一个 Lincoln，
林肯啦吼，这4个总统啦，啊，因为这4个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，所以因伫这山顶吼，用迄个石头来刻因的4个人的相伫啊，啊，所以是真有名的景点啦，足侪人专工去看这。好，不要紧，差这几千块啊，尔无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吼，来看咱上的，今麦有9千。嘿，啊来咱倒的哩。哦，毛万5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问号被提示哦，嘿，这问号吼代表每一个提示后边的问题拢无共款的计算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，好好啊算哦。嘿，啊，咱哦有一届救命的机会啦，通啊甲你的迄落队友参详，就敢若一届尔，嘿，你就讲我要支援，嘿，安尼就通啊支援，支援呐，支援，是支援，是支援，我改来哦，嘿，台语正你的念法，是，支援，好，就有一届机会哦，啊，其他要选的时阵拢通啊讲，啊，毋过若你讲答案的时阵，拢袂当互相参详哦，好，啊，咱的规矩就是讲。分数较少的人，咱先来选。安尼哦。嘿，来，咱即马就是咱的上的，你较少，你就先选。好，要选倒一个15000伫倒位等你咧。安尼吼。这咱讨论一下啦，要选啥？你感觉吼倒一个提示的算讲钱较济有无？是。倒一个海念的3个字。哦。迄3个字是啥物啊？对哦。软桥卡啦。软桥卡哦。软桥卡，敢会较济钱？无看卖。好啊。头来不要。贵。哈，什么头？贵。贵啦，贵哦。你试看卖。贵哦。是啊，贵啊，无就是贵买啊，贵留互伊啊。因为伊拢穿红的啊，伊拢穿红的。哦，是，所以你要软桥卡。我先软桥卡好啊。阮英伯也讲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软桥卡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5000嘛真济哦，拍去就水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马祖绕境的是真侪人的软桥卡来求福气，不过吼嘛是有禁忌的哦。两个时阵吼袂当炸什么物件，是进香旗还是随身的烤料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真嘿，什么会袂当炸掉咧？这应该简单啦。是啊。5、4、3、2，这算简单吗？简单。啊，5000尔。5000是算少哦。哎，5000拍去不得了哦。上济15000，甲15000比起来算少啊。是，所以讲你是进香还是随身的烤牛？进香旗对唔对？来，奖金。恭喜得了5000了！恭喜！啊，这个软桥卡吼，伊有一寡禁忌啦吼，就是讲你有一寡问题，咱袂当早就去互声明啦吼。啊，当然过去即马咱讲起来是无啥公平，讲查某人呐，月经来时吼，袂使软桥卡啦吼。啊，即马当然咱慢慢咧改变一个，因为咱即马拢要求讲两性爱平等嘛吼。啊，过来即个进香旗上咧袂使早就去，因为进香旗那像令旗。那像你去命令这个神明要安怎，啊，咱咧游行的时候，在采购的时候是无要紧啊，因为安怎？迄咱想讲命令遐妖魔鬼怪卖我来，不过你伫软桥卡的时候，你爱服从这个神明啦，啊，你搁举机灵旗去，安尼无啥算无啥礼貌啦，所以咱这个进香旗是袂使举伫身躯顶啊，去软桥卡的。是。对啦，咱若去迄落去进香的时阵，真正的人的规矩爱讲遵守啦。是。好，来换你哦。小姐。好，我要来敬，阮有足够的戏剧的人，所以我要敬戏剧。来哦，准备好，我要来啊！支援哦！来哦，咱来看者戏剧的奖金有偌济？哦哟，真济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啊，请问台湾的年龟啊，是世界有名的变装皇后。啊，若是伫咧传统的戏剧内底，查甫演查某的角色，会讲伊是花旦还是kend旦咧？是花旦还是kend旦咧？来，
好，来你的答案。段。哦，你知影呢？因为我有听节目台湾文武评，真正因为一集，因为一集是邀请到变装皇后，佮有台湾戏剧的人，真正有两个人咧做伙讲。传统戏曲内底，查甫演查某会讲是花旦还是牵旦咧？请问台湾的年花甲是世界有名的变装皇后，若是伫咧传统的戏剧内底，查甫演查某的角色，会讲伊是花旦还是牵旦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花旦还是牵旦咧？来，好，来你的答案。牵旦。哦，你知影呢？因为我有听节目台湾文武评，真正因为一集，因为一集是邀请到变装皇后，佮有台湾戏剧的人，真正有两个人咧做伙讲，所以我有听到因咧讲是这个名。牵旦。是，好来，牵旦对唔对？叫嘿啊，得了1千哦！古早人咧搬戏吼，是查某人袂当上舞台啦，拢爱查甫人去演。甚至伫英国吼，以前演员嘛拢查甫的，查某人嘛是查甫的去搬的。吼，咱过去当然嘛是安尼，咱知影讲真有名迄个梅兰芳，伊就是查甫人嘛吼，不过伊演的是旦。这种用查甫人去演旦的这种角色，咱叫做牵旦，因为牵甲坤就是咱分开的嘛，牵是查甫的，坤是查某的。所以查甫的去演旦叫做牵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今日佫学到啊，佫了解啊。好，来，刷来去上个要选哪安尼我也对，伊嘛对，伊的钱佫比我多安尼。哎呀，就歹所以讲你就爱选到15000的，你就15000对，15000啦。对对。迄个义。哦，是吗？你是咩啊？信吗？是狗的，是狗的信吗？是狗哦，好啊，是狗好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是奖金有偌济？牛哩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谈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阿雄今仔日生日啊，是代表伊今仔日安怎咧？哦，真简单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生日，咱是不是啊讲？是人诶，你生日了，你今生日了，无困难啦。哦，你生日了，就是你生日的意思吧？诶，有道理，就行诶。唔是啊，生日，啊，你就是顾担要背啊，就是大汉啊，唔是安尼哦。好来生日咯，来生日对唔对？来奖金，就可以得了1000哦！恭喜哦，足歹赚的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。这是其实就是歌音啦吼，生日甲生日音同款啦，音小话啦，所以咱以前吼无爱直接讲生日，就讲今日生日啦。生日当然嘛是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讲会飞啊啦吼，讲愈来愈大。因为咱过去你讲生日是爱，咱头一遍是叫做大节，也无叫做生日，所以生日上少是2岁。哦，所以咱感觉已经有较大汉啦，吼，讲生日啦，就可能是鸟啊，是甲会家己行吼，会飞啊，因为鸟啊会飞，咱人会行，这是一种足要紧来讲，2岁已经拢会晓行路啊。所以咱讲伊生日啦，就是讲伊。讲伊生日啦，就是讲伊生日的意思。谢谢老师，咱现在讲啊，你今日生日啦，是，好来，继续换你。好，要敬倒一个？是要来敬台南吗？台南，你家去台南？卖啦，卖台南。为什么？台南我是后日要敬的。哦，安尼咱就敬。阮妈妈是台南人，阮台南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台南的奖金有偌济？万里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南部才有的白糖粿这种点心，原底是倒一个节日的食品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节日的。这我唔捌想过呢。白糖粿，白糖粿，我要9万，好来。其实阮南部嘛，大日拢在食白糖粿。
当时拢在食。因为即马平常时啊，拢会当食着。来你们嘛，敢若南部有敢若吃牛马西吗？吃牛马生，嘿，这真正唔知影。倒一个正甜的，食甜的，嘿，我又是元宵，元宵哦，玩笑，啊无啦，啊无咱开玩笑好。我要干元宵哦，我不确定。确定哦。确定元宵。好来，确定元宵对唔对？哎呦呀！慢你背呀啦！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因原来讲的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。对，嘿，因为咱那当这咱是食圆啦吼，啊，青牛马西伫台南因是，其实这个圆真共款，吼啊，但是伊就是去家己用油煎啊温汤安尼吼，就白汤粿啦。啊，其实伊就是伫青牛马拜青牛马咧用的，啊，青牛马是囡仔守护神啦。啊，咱即马嘛甲青牛马西，因为迄个拄啊7月初7嘛吼，就是牛年甲节日会相当，啊，所以咱讲迄是情人节。啊，不过你若伫个台南因咧做这个16岁嘛是伫浙江啦，是哦，所以就是讲囡仔大汉啊咧，啊，所以这是青牛马西啦。好，这个老师了解即马知啊，即马知啊，吃牛马生。但是你嘛袂歹啦，你甲万二的选掉，伊都无通选啊。啊，你没有玩乐啦，没没有玩乐，你这万二就算讲我选掉，我嘛袂听。哎呦，好来换你哦。好，你要选什么？魔鬼的，魔鬼，要选贵的啊，贵的啊，贵的，贵的，哦，不变啦，一直变咧。哎呦，魔鬼歹势，魔鬼好，魔鬼的，魔鬼的，魔鬼的。好来，咱来看这魔鬼的奖金有偌济？15,000。好，哇，凊彩讲，来哦，哎，安尼爱准备啊，请教到手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地名是对西班牙语来？伊原本是魔鬼的迄个夹角，哦，是野柳还是苏俄？哦，是野柳还是苏俄哦？好来，20秒的时间。什么啊？我即摆要支援，嘛是10秒内底啊。嘛是7月，已经7月，对，7月。所以即摆会使讨论吗？会使。好来，支援嘿。恁感觉是野柳还是苏俄？阮即马2排， 2排，2排，拢有。拢有好。安尼，因为西班牙啊，无安尼，阮2排安尼好无？2排，阮2个答案拢讲，啊，我7,500就好。安尼好，一半一半呢。会使沟通，会使讨论的。伊讲的是真有道理。是你讲的什么道理？因为你讲，因为西班牙人来的时阵是对野柳起来啊。嗯。派唔派？野柳苏个对，我无唔对，因为遐有一个圣地亚哥的角，圣地亚哥黏黏的比有3条角。哦，啊，3条角是东北嘛，伫野柳遐嘛，东北这边，唔是苏个，唔是宜兰哦，所以应该是野柳。哦，确定？确定野柳。好，来野柳对唔对？哎呀，够奖金，够一万，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。咱知影讲西班牙人嘛，捌来统治过咱台湾吼，啊，因是台湾的北部啦。啊，因来到遮的时候，因看到野柳遐石头足奇怪吼，啊，因搁捅出去吼，所以因感觉迄敢若像魔鬼共款，所以因讲迄是魔鬼的夹角啦。夹角。哎，啊，就是因迄个角，就是咱即马真侪所在，像讲南非有一个好望角嘛，对啊，啊，迄个 K 就是。迄个土地伫海内面捅出来迄个所在，所以因就是叫做角。啊，伊咧形哦地形足奇怪，所以因讲是魔鬼的角角。谢谢老师。来换你，给你。啊，够一万，够一万的。够一万的哦。一万伫倒位咧？是，就是你的姓啊，你几岁吧？啊，阮台北，阮北部做姓啦，阮拢几岁？南部做姓啦。你这是都是你的姓吗？本姓。特别的。好，这特殊的，阮就选姓。姓。好来，咱来看姓奖金有偌济？真正是1万块哦！来1万哦，哇无！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台湾有真侪所在有国姓嘛，或者国姓名称啦？啊，你敢知影国姓呢讲的是什么姓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对定对确定是对，好，确定确定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定对唔对？这就跟历史有关系，伊为什么叫做国姓爷？是啊，是向甲风的。来，老师知影是相风的。来，老师。好啊，无唔对啦吼，国姓爷姓定啦吼。对啊。啊，毋过伊的姓是定是伊家己的姓。嘿。啊，伊互人叫做国姓吼，咱叫国姓爷吼，是因为明朝的皇帝封伊甲伊共姓。啊，明朝皇帝姓啥物？有人知无？姓朱对啦，朱洪武嘛吼，对啊，他是皇帝，咱讲朱洪武嘛吼，所以伊是姓朱的，所以赐予伊的姓是朱，毋是定，伊定是伊的本姓。啊，伊赐予伊的明朝皇帝赐予伊的是朱，所以是赐的姓是朱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嘛是定啊。是，大家拢会偌准是定。对啊。唔是，伊若加一字啦，国姓爷姓啥就是定。哦。但是迄个国姓，伊迄个明朝就姓朱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愈来愈刺激哦，即马是3万加2万2哦。好，来换你啊。我咧，啊，剩2个要拣倒一个。嘴甲角度，喙齿甲角度，喙齿迄个。喙齿哦。喙齿，安尼哦。来，喙齿。来，咱来看者，喙齿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他起哩嘛是3万9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俗语伫咧讲，喙甲齿嘛会相爱，是啥物意思？是劝人爱互相包容，还是叫人亲兄弟嘛爱算互清清楚楚？哦，题目看清楚哦。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喙甲齿嘛会相爱啦，是，嘛会加着啦，嘿。来是包容。你哦，啊你袂使搁看救人啊，你已经嘿啊，咱过啊嘛，我即马剩家己救家己哦。嘿，对对对。拄只伊迄国姓啊，定啊，甲猪嘛，拢共骗安尼嘛吼。啊我即马咧看的时阵，这题目我会想要答案是，劝人爱互相包容。但是恁会共骗袂？因为这个介绍有那9000，伊拄则是1万的嘛。伊无好摕到奖金呢。是。你喙甲齿会烧，一定会是加着嘛，会个加着，都无说你加着的啦，互相。较包容的哦，无你嘛无说你，我嘛无说你，应该是包容较对啦。包容哦，即马你爱想看卖是陷阱，还是要相信自己？系啊，这个节目我甲你讲，亲兄弟，爱算好清楚，兄弟数嘛爱算好清楚，笑啦笑哦，明算账，小爱算好清楚，算好清楚，兄弟，人讲什么？某敢若三嘛？什么？某敢若三兄弟敢若骹手，某兄弟是骹手嘛？这是姊嘛？吼，姊甲喙，所以应该是包容。哦，兄弟是骹手啦，骹手敢会讲骹手嘛？所以卖兄弟啊。对，我讲伊包容哦。以后读到含这还敢怎读到袂清楚？好，来咱来看者，劝人爱互相包容，对唔对？有含这无？好对。谢谢，恭喜你就高清了。哇！来，听老师来解释。咱无论是讲话还是食饭吼，有时会去夹着喙齿啊。系啊。哦，爱相爱啦吼。所以讲，咱就算兄弟啊，有时意见无共会相搭啦吼。但是咱爱互相包容，所以莫小看代志哦，冤家以后就无爱去斗阵啊吼，安尼唔好啦，爱互相包容才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伊刚刚有写一无爱嘛？无爱。是，就表示讲。无什么会啦，对啦，就当做是包容过节就好啊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题目看清楚，虽然是算上尾一题啊，吼，来哦，角度，来，咱来看者角度的奖金有偌济？3，嘛是真好，卡起来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台湾中部头一条环向的国道水沙连高速公路，伊是虾米县市的交通动脉？哦，水沙连高速公路，吼，来60秒的时间。水沙连是，这定咧走的才会知影啦。
啊，真正中部，内地，嘿，来中部，内地，南投，南投，确定哦。好，确定，嘛就安尼好。好来，南投，南投对唔对？来，奖金。恭喜哦，得了3千咯！哎，嘛是真好看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个题目内面有讲到水沙连啦吼，啊，这水沙连其实就是南投的旧地名啦，伊古早就叫做水沙连啦，啊，所以会号这个名就是用伊的旧地名去号的，所以若知影讲水沙连就是南投，安尼这个题目就无困难啦，伊就是伫南投的一条这个公路啦，哎。今麦来看分数啊，个冰盘啊，看分上的呢，今麦有39000，哎，冰盘呢，好啊，咱倒的呢，嘛有25000，今麦给咱的10秒，大切机，嘿，10秒，大切机，大家动脑筋，来，咱今麦奖金，啊，咱今麦奖有39000啦。 39000就是39秒，来有够无？无够加了，加速度爱真紧哦，加偌济？加30秒啦，30秒啦，朋友上这呢，谢谢39、36、69安尼，哦，所以速度爱真紧哦。啊，拢总爱调几项，调几题？3题嘛吼。 3题尔，第一题几个字？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富含维他命。维他命。第二中央有籽哦，唔是，过来有中央有籽哦，过来伊有插片，唔是伊插片，啊，插片哦，伊是药啊吧？唔是，啊，色的时阵是红色的。命奖金落39000块，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所以速度爱真紧哦。啊，拢总爱调几项，调几题？3题嘛吼。 3题尔，第一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 3个字哦，听好哦，来，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富含维他命。维他命。嘿，什么叫维他命对食？第二，中央有籽哦，唔是，过来有中央有籽哦，过来插片，唔是伊插片，啊，插片哦，伊是药啊吧？唔是，啊，色的时阵是红色的。啊，啥唔是，伊的插片，而且会险。 环球啊！啊，正确。哦，我迄伫咧想中有籽，所以迄个答案中迄个是籽。你字真济。哦，够讲的啊！你中央有籽啊！好，来，咱即摆看者，你是不离紧啦。哦，48秒，算紧啦。 48哦。对。好，谢。来，搁继续落去啊，这哦。互伊乱接，我小搁看者，我紧张。好，来，几个字？哦。3个字哦，3个字哦，哦，48秒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有风的时阵，哦，有风的时阵，第二个佚佗物啊，你哪咧算？什么风，吹风车？不是，飞上天，拜，放风吹，不是，伊顶下做，朱婷婷啊，这个，朱婷婷不要讲。这若讲华语，大家拢足紧的。好啊，若讲到台语，大家就顿一下安尼啦。是啊，有风嘛。啊，咱细汉的时阵拢会算这嘛，吼。啊，你个所有的飞上天啊，你是第个做，上来就第个做。对。哦，好，看这个32秒咧，32秒，真好呢。爱较紧的，拄只哦，若无加30秒，阮即摆是毋是差不多无啊？我们即摆最后一题嘛，我讨论一下，等下珊珊的哦。你从头到尾拢无讲半句，你咧看袂了啊无我，你拢无讲半句的，你较加油的好无？你这毋是你是检讨哦，我检讨不，这互相鼓励啦。好，来上尾一题，几个字？真紧张，上尾2个字，两个字哦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一个提示，西公会赢着。西公会赢着是啥物？第二个提示，圣诞节，铃啊，这生日，你讲正确的。啊，什么铃啊？什么铃啊？因为啊，铃啊，甲铃啊，就是因为西讲的亮，吼，咱细汉印象当中就是亮。铃啊，伤歹听啦。对，歹势。铃啊，我讲伤紧，歹势。知影物件讲袂出来。阮一个8点要播的节目，你一直咧看铃啊。好，不要紧，但是真正有影。分数不哩好看，
哎呦，咁好看，咁好算真正有影不哩好看哦。好，奖金安尼有偌济？今毛19000哦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这个比赛啊，是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罗公行罗老师辛苦了，谢谢。再见，有机会，讲台语，提爸爸，好，你大家拢。